你对过去的自己最想说的一句话是什么？时光如流水般无声流逝，在这个不知不觉中迈向成熟的过程中，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程长的阵痛、探索的迷茫，以及对未来的重重不安。当我们站在今天的自己，回首过去的自己时，往往会感叹，如果能够再给过去的自己一些忠告，或许会少走一些弯路，少一点遗憾。那么，如果以第三者的视角来审视这个问题，你对过去的自己最想说的一句话是什么？那么，答案会是多种多样的。或许每个人的回答都不同，但每一句话背后都蕴藏住成长与自我觉醒的深刻理解。一、勇敢面对未来，不必过于焦虑。如果让我站在第三者的角度回望过去的自己，最想说的一句话是：勇敢面对未来，不必过于焦虑。生活总是充满未知，而这种未知常常让我们感到焦虑与不安。尤其是在年轻的时候，许多抉择看似决定了未来的命运，无论是学业选择还是事业发展，总会产生巨大的压力。过去的自己总是觉得每一个决定都至关重要，怕一旦选错就会后悔终生。然而，站在今天的角度回望过去，我们会发现，人生的许多困难与困境，往往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不再那么重要。即便曾经走过一些弯路，也并不会导致无法挽回的结果。反而，所有的焦虑和担忧，常常只是对未知的过度恐惧。当时那些看似无法承受的选择，最终都会被时间平衡。而我们在面对未来时，也会发现，人生的每一步都是成长的机会。过度的焦虑并不能改变任何结果，反而会妨碍我们清晰的判断和理性的选择。过去的自己常常因为对未来的恐惧而失去了享受当下的能力。今天的自己终于学会了，未来的路不必太过焦虑，走下去的每一步都是积累经验的过程，而这些经验本身就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。二、学会接纳自己，放下对完美的追求。过去的自己也许最想听到的一句忠告是：学会接纳自己，放下对完美的追求。很多时候，过去的自己处在自我批判的漩涡中，总觉得自己不够好，总是为自己设下过高的标准，常常自责和焦虑。无论是在事业上的表现，还是在人际关系中的沟通，过去的自己总是追求完美，渴望达到一种理想化的状态，却忽略了成长本身是一个不断调整和适应的过程。完美主义看似是一种高尚的追求，但往往带来的是无尽的焦虑与疲惫。当我们不满足于自己的每一次进步，反而只关注那些未曾达到的标准时，我们的内心容易陷入一种无法自拔的困境。这种困境让我们忽视了自己已经取得的成就，忽略了自己在过程中积累的经验和成长。站在今天的角度回望过去，真正想对过去的自己说的是：你已经足够好了，不需要再逼迫自己达到某种不切实际的标准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与缺点，每个人都有独特的闪光点。完美并不是衡量人生价值的唯一标准，接纳自己的不完美，才能真正活出真实的自己。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在不断尝试和调整中，获得更持久的满足感与幸福感。三、珍惜眼前人，别让时间悄悄溜走。在许多人年轻时，都曾沉浸在事业、目标、理想的追逐中，忽视了身边的人，忽视了家人、朋友、爱人的陪伴。我们以为年轻可以无所畏惧，认为时间是充裕的，认为来日方长。然而，随着岁月的流逝，我们渐渐明白，时间最不可逆的特性，便是它的无情和流逝的速度。因此，站在今天的视角，我最想对过去的自己说的一句话是：珍惜眼前人，别让时间悄悄溜走。
那些曾陪伴你走过青春岁月的亲人和朋友，也许早已因岁月而改变；而那些未曾珍惜的陪伴，有时会永远消失在时间的长河里。在忙碌的日子里，我们往往被工作、学业和各种任务压得喘不过气来，忘记了陪伴身边最亲近的人。尤其是对父母的陪伴、对伴侣的关怀、对朋友的真诚沟通，常常被忽略。但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们才发现，真正的财富不是拥有多少物质，而是和身边的人共同度过的每一份时光。那些深夜里的一通电话，那些一起度过的节日和假期，才是生活中最值得珍惜的部分。4. 做真实的自己，不必迎合他人。过去的自己常常会因为害怕被拒绝，害怕与他人产生矛盾，做出一些违背自己内心的决定。无论是在学业上还是在工作中，过去的自己经常会迎合他人的期望，渴望得到外界的认可，却因此迷失了自我。这种迎合他人的行为，最终会让我们感到不安与焦虑，因为我们始终无法与内心的真实自我和解。站在今天的角度回望过去，我想告诉过去的自己，做真实的自己，不必迎合他人。我们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，拥有独特的思想和价值观。真正的自信并不是迎合他人的标准，而是接纳和展现最真实的自己。当我们活得真实时，我们会发现，周围的人也会因为我们的真诚而更加接纳我们，我们的生活也会变得更加自在和轻松。过去的自己可能会因为太过在意他人的评价，过度迎合他人的期待，而忽视了内心的声音。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们逐渐明白，做真实的自己才是通向内心平静与自由的唯一道路。无论外界如何评价，重要的是我们能够忠于自己，活出自己的精彩。5. 学会放手，接受无常。过去的自己常常无法释怀那些已经发生的事情，无论是错失的机会，还是过去的遗憾，过去的自己总是抱住一些无法改变的事情不放，陷入过去的情绪中，无法向前看。生活总是充满变数，很多事情是我们无法控制的，而试图去改变已经发生的事，往往只会让我们更加痛苦。站在今天的角度，最想对过去的自己说的一句话是：学会放手，接受无常。过去的经历不可能重来，时间不会因我们的后悔而倒流。真正的智慧不在于如何改变过去，而在于如何接受并从中成长。每一次的失落与失败都是人生的一部分，只有学会放手，才能腾出手来迎接新的机遇与挑战。人生的无常是一种常态，接受它，理解它，我们才能真正放下心中的负担，轻装前行。无论是爱情、事业还是梦想，学会放手是一种成熟的表现，它意味着我们已经能够从容地面对生活中的起伏，学会从每一段经历中汲取力量，继续前行。结语：过去的自己成就了今天的我。如果让我用一句话总结你对过去的自己最想说的一句话是什么？我会说，过去的自己成就了今天的我。每一段经历，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，都是我们人生旅程中的一部分，构成了今天的我们。过去的自己也许曾迷茫过，曾受伤过，但正是这些经历，塑造了今天更加坚强、更加智慧的我们。今天的我们或许已经走得更远，但过去的自己依然是我们心中不变的一部分。我们会在回首时发现，自己从来没有真正丧失过前行的力量，而这些力量正来自于过去所有的选择、所有的困难、所有的成长。在人生的每个阶段，过去的自己都在为今天的我们奠定基础，而今天的我们也将继续为未来的自己写下新的篇章。无论未来的路如何曲折，我们都应该感恩过去的自己，因为它让今天的我们拥有了前行的勇气与智慧。